大偵探福爾摩斯系列總銷量直逼600萬本，打入童書榜第一位共127次。大偵探福爾摩斯後續大進步。行俠仗義，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嘅嘢，你點會明啊？福爾摩斯先生，馬奇尋晚喺監獄度消失咗啊！弊啦！同一時間，刀疤同破壞囚車都成功逃獄。無論佢哋有幾聰明，都總會留低線索嘅。你除咗出賣人之外，仲識得啲乜嘢？危險啊！福爾摩斯！賊贓奸商壓榨窮人嗰啲血汗錢，算唔算先？行咩俠就咩義啫，係賊嘅就要拉。呢件案一定另有內情，你拉佢唔到就係福爾摩斯。馬奇喺邊度？馬奇咧？一次過捉晒2大通緝犯，爽嘅！一要出去揾佢步驟。士別棵樹散開，都係去咗醫院先啦。